4月开始，电钱就要起价啊！这对24点钟经营的医疗院所来讲，嘛是增加负担。社区医疗协会就表示，安尼互中小型的病院愈来愈歹经营。若无这社区病院来斗分担，医学中心就要接受愈多的患者压力愈大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，已经有向行政院报告，由行政院来规划。面对4月电价调起，有区域病院初步试算，逐个月电池至少要加支出2万，加上护理欠工，本地就经营困难的困境会愈严重。一下子电价调涨14%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如果只有毛2、毛3的经营利润的话，那医院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。地区病院反映讲，医疗院所并不是以盈利做目的，所以电价委员会认为讲是工业用电的大户，并无合理。根据卫福部进前的估算，电池调起了后，全台病院的电钱会增加10亿，尤其对中小型和偏乡病院来讲，冲击更较大，经营会更较困难。希望政府会当补贴，也是调降医疗院所的电池调降的幅度。调涨电费的时候，能针对医院的规模或者是它的地理位置、营运状况，是可以给予适当的差别。这行政院应该会做通盘的检讨，通盘的一个检讨规划。卫福部讲，已经定报行政院会针对电价问题来做通盘的考虑，所落来嘛会找医疗院所的代表开会试算，若无法度调整政策，嘛无排除会优先来补助小型的病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